认真听讲熬早。现在又是前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65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65页。对头算倒来，已经解说甲第2节，就是解说甲真如自性是真佛，舍见三毒是魔王。即马所来要来解说，就是舍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当。性中舍见三毒性，即是魔王来自舍。正见自持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即马就是要继续来解说这个道理。咱即马伫咧解说这个所在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为着伊的弟子以及后代的人呢，来留这个自性真佛机，希望以后的人会当好了解其的意思，自己来见到本心，自己呢来成就佛道。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讲：真如自性是真佛。真如自性也就是众生的自性清净心。咱每一个众生拢有自性清净心。这个自性清净心呢，这才是真的佛。这个佛呢，并不是外表的佛像，也不是咱自心以外的佛。这正就是咱自己心中的佛。所以才讲做真如自性是真佛。舍见三毒是魔王，就是讲舍见以及三毒这是魔王。舍见就是五见之一啦，所指的呢，就是在指迄个半无因果，就是讲无承认有因果这是在谬见中的最严重的。所以名叫做舍见。三毒就是贪毒、嗔毒、痴毒，就是贪嗔痴。贪嗔痴这是一切烦恼的根本。舍见以及贪嗔痴的烦恼呢，这是魔王。为什么叫做讲魔王呢？这个魔王就是会断咱众生的慧命，就是讲有这个舍见，有这个三毒咱众生呢就丧失了智慧命。所以呢，名叫做魔王。魔王甲真佛，这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啦。就是讲，咱众生本来有具足着自性的清净心，这是咱众生的真佛。但呢，咱的心中呢，要舍见，要三毒。也这个舍见甲三毒这是伤害了咱众生发心慧命的魔王。那这个魔王甲佛性，平平拢在咱的众生心中。
在咱众生心中，那就看讲倒一边伊的力量较强啊，就倒一边啊发挥的作用。所以在下面所讲的就是讲，舍迷之时啊，魔在下；正见之时，佛在当。讲咱人啊，若是有邪，若是有迷，迄个时阵呢，魔呢就在下。这个邪迷，这个邪就是邪见哦，拄才已经讲了啦，就是讲半无因果。半无因果就是讲无相信因果，对于因果的道理呢无相信。这个迷呢，也就是痴迷，也就是迷惑。迷惑啊，就是讲对真理呢迷去啦。凡是你若是心有邪见，心有迷惑，迄个时阵，这个魔呢就是在下。伫遮所讲这个下呢，是以自己的身躯，该譬如敢若像讲一间厝共款。那意思就是讲，你的心若是有邪，你的心若是有迷呐，呀，这个魔王啊，就是在你的厝内，就踮在你的厝内。那这个魔踮在厝内，当然呢，就对咱无迄个好处，对咱呢，只有啊造成伤害。就等于讲一个贼啦，踮在咱厝内，当然呢，这只有啊对咱造成伤害而已，对咱啊并无好处。下面讲正见之时，佛在当啊。讲换倒转来呢，假如若是有正见，迄个时阵，也佛呢就在当。这个当呢，也是将咱自己的身躯呢，该譬如敢若像一个佛堂共款，就是讲咱的心中若是有正见，迄个时阵啊，佛啊，就是在咱自己的佛堂。所以有一句直在讲做佛在灵山无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所讲的灵山只在你心头呢，也就是咧指佛在当的意思。正见，这就是邪迷的对立的。凡是有邪，就是半无因果；凡是有正见啊，就是会相信因果。当时呢，对于道理啊，拢有一种的实实在在的了解，实实在在的认识。那这呢，就是名叫做讲做正见。在八正道其中啊，正见这是第一重要。正见若是简单讲起来，就是讲见解啊，非常的正确。那这个见解正确内底所包括的非常的多。若是约佛法讲起来，就是对于苦集灭道四谛道理有一种的正确的认识。那搁再讲较宽，包括的范围讲起来呢，凡所有佛法，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那就是属于正知正见。事实上，这个正知正见真重要呀，就是必须啦，爱有相信因果的道理。假如讲若是无相信因果的道理啊，那当然就是邪知邪见。不过，若是依照咱禅宗顿教的法文讲起来，这个正见啊，就是自己呢爱确确实实相信讲我的心就是佛，也要成佛呢，就是在心中去成。会当好自己来找到自己的心，自己呢来见到自己的本性啊，那么就是成佛啦。
会当好了解这个道理呢，这啊就是属于正见。就是会当好相信前面迄句真如自性是真佛，有这款的正当的见解，这就是正见。也有正见迄个时阵啊，佛呢就在动。佛在动，就是讲佛呢就是在咱身躯内底，也就是讲佛呢就是在咱心中啦。下面讲性中邪见三毒性，即是魔王来注射。讲在咱自性中，若是有这个邪见，安尼三毒就生起啦。也三毒生起呢，也就是魔王呢来注射。就是讲这个魔王呢，就来点在咱这个厝。伫遮所讲这个邪呢，就是咱的身躯，就是咱众生的身心。自性中为什么有这个邪见？这呢，咱就必须要了解自性本具以及甲塑造的道理。本来这个自性是清净的为什么这个清净的自性佫再有邪见呢？那是根据天台宗所讲的，有理具3000，塑造3000。所以佫讲做理具3000，这个3000虽然是一个数目，但事实上呢，就是在形容非常济、非常济意思。所以用这个理具3000，塑造3000的意思讲起来，在咱自性心中呢，记住了一切，无论是善的，无论是恶的，拢记住在咱自性心中。所以呢，邪见也好啦，或者是讲正见也好啦，清净法或者是讲染污法，完全记住在咱自性心中。又搁再讲一念心记住了十法界，就是讲在咱众生的一念心有十法界之性。那从这个所在就可以了解讲，在咱这个性中也有正见伫遐，也有邪见伫遐。不过这是属于理具。这个理具的意思就是讲，用理讲起来是记住这个物件伫咧，但这个理具佫再有这个塑造就是讲本来在这个理性中记住无毋对。却呢，必须经过这个塑造呢，才会表现出来。那这样呢，咱就可以了解讲，在自性中，伊本来就记住我有这个邪见或者是讲三毒。不过，这个自性中所记住的邪见或者是三毒等等呢，必须要有外面的缘。就是讲受到迄个染污的缘给引发出来，才变成了邪见变成了三毒的作用，这就是邪见三毒性。那这个本性中所记住的，也会来塑造变成这个作用，这个道理咱可以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譬如讲，在米内底有迄个酒的性，那就是讲在米内面记住着酒性，这等于就是讲理具在理讲起来是记住迄个物件。不过这个米内底有迄个酒性，你若无去甲伊激酒，无去甲伊运用这个酒，无去甲伊激呢，这个酒那是袂走出来。尽管讲这个米内底有酒性伫咧，你这个米呢摕来煮饭，该食去安尼只是一个饭啦，袂变成酒。
要安怎才变成酒呢？你这个米啊，爱去甲伊撒，撒变成一种这个酒粕，然后呢，搁再配这个药啊，去甲伊激，激了呢，迄个酒啊就造出来。米内底有酒性，这是理基。你经过人工造作，甲伊激这个酒出来呢，就变成了一种的素酒。但我那看你这个激的手段到底有熬无熬？假如讲你伫咧激酒的人，若是真熬迄个酒呢激了真芳，变成一种的芳的酒啦。你若是袂晓激呢，这个酒激了可能变成酸酸，变成讲激酒激袂成就变成一种的酸醋。那可见在米内底有酒的性，有酸醋的性看你安怎样甲激，这个就是理基啦，或者是讲塑造的意义。用这个意义讲起来，咱自性心中记住了清净法，记住了染污法，咱世间一切的事物拢是记住在这个自性心中。那记住自性心中，然后看是安怎样来甲引发出来，那就看迄个缘啦。伫这个所在所讲的性中邪见三毒性就是讲自性心中那引起这个邪见来，邪见就是八无因果论八无因果论的这个邪见若是引起的时阵呢，自然就生起这个三毒邪见生这个三毒。三毒甲邪见同款呢，拢是生在迄个自性心中。这就是讲在自性心中，因为记住了有种种的种子伫咧，无论是正见，无论是邪见，同款记住在自性心中。所以自性心中引起邪见，邪见生起三毒。在天台宗所讲的，就是讲性恶，或者是讲做性善。什么叫做讲性恶呢？这性恶就是讲，在这个自性心中呢，唔是干那有这个善法，同款有这个恶法伫咧。那既然自性心中有这个恶法所以随着迄个缘咱众生呢，就是起一种这个染污的作用，就变成众生啦。自性心中因为有这个善法，所以有这个清净缘来引起这个善法的时阵自然咱就会当后来修行，会当行菩萨道，乃至当后来成佛。所以咱这个成佛是在自性心中的善法、清净法的表现也做众生呢，就是因为引起这个恶法的作用出来，所以就把这个善法给卖不掉去。等于讲在一股禅内底，本来要切爱政治底下，要撇爱政治底下，也若是约咱众生成佛讲起来，就是因为迄个切爱政治变成爆芽开根发叶。伫咧大长，所以呢，迄个皮就无法度好来成长自然就死掉去我倒转来呢，假如讲若是佛性无起这个作用，那互迄个恶法来生起作用的时阵呢，就变成邪见啦、贪嗔痴等等啦。安尼就等于讲迄个皮发起来，也猪呢去互伊含过，猪就死去该同款的意思。所以性中既然是记住了一切善恶法，安尼讲起来就是讲迄个缘非常的重要。即马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讲性中的邪见三毒生起就是魔王来注射，就是迄个魔王来点在你的下体就是讲点在你的身心，
就是在前面所讲舍迷之时魔在下，同款这个意思。那这个舍迷之时魔在下，为什么太有舍？为什么太有迷呢？这个舍迷也是对这个自性所生起，因为自性具足了善恶法，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呢，就是必须多多来亲近善知识，使这个善法会当好发挥迄个作用，就是讲使迄个清净法，作为这个帮助因缘来发挥清净的作用，唔通呢受到迄个恶法的熏染。咱一个人在俗语嘛，伫咧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拄到迄个好人，变成好人；拄到歹人，变成歹人。为什么拄到好人会变成好人，拄到歹人变成歹人呢？那这正正就是证明讲，在咱本性中有善甲恶这两种的性。因为有善甲恶这两种的性，所以你拄到迄个好的人，迄个好的人呢，就是会当好引发迄个善性，将你的善性甲你引发出来，安尼变成好人。你拄到迄个歹人呢，就将你的这个恶的性甲你引发出来，结果呢，就变成一种歹人。这呢也甲遮所讲的道理有符合所在。下面讲正见自持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讲你若是有正见自己呢会当好来除这个三毒心。这个三毒心唔是别人来甲你除，乃是你自己要去来除掉。要如何来甲除掉呢？就是用过你的正见，就是讲对佛法的真正的了解，对佛法的正确的了解，在这个所在呢，就把这个三毒心来甲除掉。你有法度将你自己的正见来除掉你的三毒心，迄个时阵就魔变成佛。这个魔呢，就变成佛了，真无假。讲这是真呢，绝对也唔是假。意思就是讲，只要你若是会当好引起你的正见，会当好将三毒的心来去甲伊除掉，安尼迄个魔自自然然呢，就会变成佛。这是绝对也唔是假的代志。安尼讲起来，这个魔甲佛不但是讲同一个所在，而且呢，也是同一个物件。那都是平平拢是咱众生的佛性，咱众生的佛性有这个正见的作用，迄个时阵就是佛。也众生的佛性内底呢，引起了邪见三毒呢，就变成魔。咱正见的时阵，三毒心自然就除掉，魔变成佛真无假呢。就是讲，这个贪嗔痴本来呢就无实性。咱若是会当好来了分明，会当好来知影讲，咱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而且呢，咱会当好进一步了解讲，贪嗔痴之性就是佛性。在贪嗔痴以外呢，无另外一个佛性伫咧。那么就是记住这个正见啦。也这个呢正见呢，魔就变成佛。所以到底是魔，或者是讲是佛啦，乃是在这个一念之间。也这个一念呢，拢都是在这个自性中。咱了解这个道理对咱一个人的起心动念非常的重要。咱的起心动念，那是属于正知正见，那就是佛啦。咱的起心动念，那是邪见三毒那就变成魔。这是咱一个学佛修行人所爱认识，而且呢时时刻刻
用咱自己的智慧来关照，必须呢，使咱来先去正念，毋通咱这个正念呢，去会失掉去。正念若是失掉，迄个时阵，邪见随时升起，三毒随时升起，也来咧，咱的心中呢，就去互魔占去。也咱若是提起这个正见来，将三毒心解除掉，安尼佛啦，常常都是在咱心中做。咱必须呢，爱时时刻刻提起正见，使咱自性清净心，会当好保持伊的清净，也就是使咱的佛性常常在咱的心中。注意虔诚的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一分钟，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